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南一個73歲駕駛，敢若是因為工課傷忝，還佫塞車，結果駛到北門路的時陣，先弄到一個起司，刷落去下弄到停佇路邊的5台機車，最後是追弄一台轎車了後才停落來。這件連環弄的事故，是互過路的民眾着青驚。銀色的車輛駛車袂穩，弄到共向的起司，起司當場就噴出去，摔倒。邊的民眾緊來關心，敢若看吊水駕駛無停落來，顛倒繼續向前，弄到停在路邊的5輛機車，佫弄到一隻轎車，才停落來。他先撞到一台機車，然後機車滑行撞到前面的貨車，然後那台車子衝撞的又撞到那邊的整排機車，大概5台吧，那個第一個點嘛，然後後來他又開到前面靠近 7 那邊，他就直接往那邊的機車又撞下去，隨時都會有危險在。吊水車輛停緩的佇咧車道，過路人攏圍來看，哪會發生連續弄？賽車的駕駛總算是精神，為駕駛座落車，弄啊真大力，後車頭歪去，車殼落落，後追弄的轎車車尾落落嘛真慘。事故的現場是密密麻麻。不知道感覺是速度蠻快的，然後那個路人就想說，他不是撞到了啊，怎麼還繼續再去？有點年紀，然後車上也都是有老人。事發在昨下晡，台南北門路段，73歲蔡姓駕駛，敢若是因為工作傷忝，疲勞駕駛，致使連續弄上無這台車。酒測值均為0，相關肇事原因，本分局持續調查釐清中。轟弄的起司，骹手攏有擦傷送醫，不過互影響實在是真細，這鄉來意外嘛，互過路人攏驚一條。